厄瓜多费亚基国际诗歌节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诗歌节，到今已经办18年啊。顶礼拜伫咧厄瓜多举办，今年台湾有2位诗人阿蒙和张丰珠受邀请去遐参加，应用台湾的宝语，也就是这台语和客语念家己的作品，伫国际舞台顶头，互世界来认捌台湾。阿你食鱼时会想起妈妈。 自读到阿美的诗，我食鱼嘛想到妈妈。台湾诗人阿蒙用台语来念伊创作的花旗诗，这首诗是今年拄摕到台湾文学奖的作品，叫做《食鱼》。这届伊受邀参加第18届厄瓜多的国际歌诗节。虽然伊用花旗写诗，不过伊伫咧国际舞台顶，伊选择用母语台语来念诗。I wrote this poem. In our official language, that's Chinese. But today, I like to read in my mother tongue, Taiwanese. 这首诗咧讲的是伊伫咧花莲太平洋的故事，原本是花旗创作，但是是讲故乡的代志，所以伊才会想要用台语来念予南美洲的人听。为什么想要用台语来念这首咧？因为我的故乡伫咧花莲，对细汉开始我都唔知食偌济。 太平洋的鱼，拢是对海底安尼拄啊掠起来上青的鱼，所以应该用我的母语来念，才有够滋味。今年瓜亚基国际歌诗节，拢总有10个国家、70位的诗人参加，全亚洲就敢若2位诗人受邀参加，这2位拢是台湾人，一位是阿蒙，另外一位就是客家诗人张丰珠，因2个人拢用家己的母语，互世界识识台湾。 要上台去迄落朗诵的时阵，主持人就会讲台湾，台湾。我听到台湾就感觉很开心，最感动的都是台湾，互人听到啊。阿蒙讲，这是伊第一届伫咧国际上公开场合，用台语来朗读家己的诗。即马伊也当咧甲母语捡回来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出台语的诗集，用台语写出来心内感动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